永定市全國第一大鎮南投草屯鎮人口超過9.8萬人，今年1歲到5歲囡仔一個人一年會發2萬塊的生日禮金。這公所嘛表示講，望繼續來拼超過10萬人，升格做縣轄市。受理記者的吳先生，住佇南投草屯已經30幾冬，伊講這幾年感覺草屯的經濟甲人口攏有明顯改變甲復甦，生活機能什麼都不錯啦。交通也還可以啦，只是說現在人口也比較多啦。像我最近也有生小朋友，那當然因為家庭的關係，當然也曾經會有那個念頭，會覺得說，如果有機會可以遷到草屯，是一個不錯的想法。其他鄉鎮的民眾也講，若是讓解決家庭甲工作的原因，會想要將戶口遷來草屯。南投草屯鎮這馬是全國第一大鎮，實際的人口數已經超過9.8萬，戶數也到3.8萬外戶。公所講，對這3年的趨勢來看，人口數維持在9.7萬到9.8萬，而且每個月穩定成長1個到200人。希望用較濟福利措施，讓人口繼續增加。公共造廠方面，財政方面的允許，所以財政的可以發放來補助我們所有的長者，還有我們所有的年輕的父母親。交通運輸方面都很進步都很方便，都很便利草屯鎮的福利也特別多。鎮長講，這馬現公共造產的用具加家己本的預算，除了原本每一梯4萬到7萬的生育津貼以外，今年開始實質的1歲到5歲囡仔，一年還佫能領2萬塊的生日禮金，讓大家願意生願意飼，也用建設友善生活空間，讓人口超過10萬，爭取升格做市。了請縣府提報予內政部備案，或者建議會當用交通的優勢，將草屯營造成做台中的衛星城鎮。我雖然沒有很好的這個就業的機會，但是我這邊有很好的生活品質。好，那你到我這邊住，你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工作。好，那這時候就會涉及到一個地方，就是草屯鎮對外交通，它是會變成一個衛星都市啦。或者講交通若方便，少年人來這大了，要去城內上班也方便。若要讓大家攏長時間住佇咧這，就要有更加濟商業活動，也有強化生活機能，讓大家較願意將戶口遷來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